咱来请陈牧师来敬歌。伊咧讲的题目是耶稣教咱祈祷。我是甲咱做伙来祈祷。至神的上帝，阮如今的早起，阮三甲自己，愿你来帮助阮。互阮心中恶当当的事，阮愿意对上帝的你来交托。互阮会使洗清去阮的心，互阮无背当当。主，阮知你伫阮的中间做主宰，暂时嘛伫阮的生命内底做光灯，帮助阮，互阮心思意念专一，上帝你来摆走，跑走头前的路站。阮愿意安尼来行，主愿你来引带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用听来看代志，互阮用听来处理代志，互阮用听来互相理解、了解、甲扶持，帮助阮诚做是一个有疼心的人，互阮知影上帝，嘛知影兄弟姊妹。互阮知影家己的需要，阮嘛知影上帝的心意，帮助阮需要即款的体验。愿主来帮助新化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信仰，互阮的信仰是起坐伫三厅下面。主啊，感谢你，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有一个笑话安尼讲，有一个司机伊驶公车，有一个牧师伊平常时咧牧会，有一天即个人拢共一个时间过往去，上帝判即个牧师落地狱，总是即个公车司机咧爱上天堂。牧师就反对啊，讲上帝安尼无公平，我逐工拢咧讲道理，结果为虾米我爱落地狱？迄个公车司机驶车出去呢，并无从。为虾米伊上天堂？上帝讲，虽然你逐工咧讲道，总是你讲道的时阵，下面拢咧困啊。会使公车即个司机虽然咧飙车，还是坐个车的人逐工拢咧祈祷。这是一个笑话啦，这是祈祷。咱若真了解信仰的人，有体验的人。祈祷是一款神秘的方法。当咱要接近上帝的时阵，祈祷是一个神秘但是煞真简单的方法。所以基督徒袂使将祈祷藏伫后面，然后做侪代志靠家己的计划去想去做，安尼毋是基督徒，安尼叫做一般人。啥物叫做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通过祈祷。知影上帝的心意，然后完成上帝爱咱做的事，这就是叫做基督徒。所以真简单，无介复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即个所在需要去理解。咱的人中间有三款的存在，你若欠一项，你就毋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。做基督徒应该爱健康，我想咱大家拢有同意。第一项，咱来看第一字，叫做体，就是肉体的意思。你的身躯若无爽快，我想你常常爱走病院。你的身躯若无爽快，我想你的姿势应该会真烦恼，常常爱伫迄个所在着活。咱需要去理解，这个体是你爱活伫这个世界中间一个真重要的存在。咱若无这个肉体，咱就毋是一个正常的人。我毋捌看过迄款无肉体的人，逐个人拢有身躯。既然有身躯，咱就会使活伫即个世界内底，所以咱会使摕物件，咱会使啉水，咱会使看电视，咱会使驶车，咱会使搬石头。总是有一天，咱即个肉体若毁坏去，这拢无法度做，因为咱和即个世界已经离开，因为即个肉体的功能失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有即个肉体，咱需要注意到健康的问题。所以伫教会内底，常常爱伫遮强调，兄弟姊妹若食薰，
牧师会考考你莫食薰，原因就是出于信仰这个角度尔，佫出于一项就是你的肉体若受伤，你会使服侍上帝的时间就缩短。伫即个中间，我嘛常常鼓励兄弟姊妹，你若有咧啉酒的习惯的人，拄啊好就好啊，因为若过度去，会影响到你的健康，你就会缩短你服侍上帝的机会甲时间。所以兄弟姊妹有一寡习惯，伫教会内底禁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伊会互你的身躯受伤。若会互你的身躯受伤的，咱拢毋通去甲摸，嘛毋通去甲哭。第二个字叫做魂。咱若有肉体，过来咱就魂。魂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你的想法甲你的感情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感情。总是感情甲想法嘛爱分做健康甲无健康两款。健康的人拢无问题，总是破病的人，咱需要去理解，要安怎甲伊建立关系，然后协助伊来愈健康。若是伫感情中间受伤的人，因常常拢会有情绪顶头的困扰，就是常常会生气，常常会不准。真侪事藏伫心中，拢无对人讲，对，无对人讲，总是拢缀调的、忍调的，最后有一天挡袂调的时阵，煞爆发，颠倒头安尼伤着你的人际关系，嘛伤着你家己本身的形象。魂是咱爱注意。因为伊包括你的想法甲你的情感，你安怎保持伊的健康？一个足简单的概念就是，毋通停止学习，请你继续学习，继续甲灵魂接触。你若愈行出来，伫教会、伫社会中间愈有咧行踏，你的想法甲感情就愈来愈有机会健康。爱学新的物件，爱接触新的知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魂的部分，咱会使理解。总是后面一字，咱需要来解说。迄个字叫做灵，即个字咱常常拢无法度去真深的理解。我用一个简单的讲法，恁就会使了解。灵就是咧同上帝祈祷的所在。所以咱伫遮爱清楚，伫教会内底，体甲魂咱拢有存在，总是灵应该爱上界大的比例，伫教会礼拜中间来出现。祈祷毋是咧念咒，祈祷是用你的灵拍开含上帝结的。所以专心祈祷的时阵，你有一款的特别的感觉，就是你的肉体甲你的思考的部分会降低，有真侪部分拢会降低，偏偏含上帝的感觉会提悬。这就是你本身灵的部分开始提升。所以每一届祈祷，你就会愈来愈发现，你对上帝、对圣神的感觉愈来愈清楚。有当时啊无清楚袂要紧，总是你若常常祈祷的人，5年前到5年后一定差足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基督徒要健康，身躯爱健康，想法甲感情嘛爱健康，搁有你的灵性爱健康，你需要向上帝祈祷。所以耶稣教咱祈祷的时阵，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。你毋是靠家己咧做任何的决定，你一定爱通过祈祷，知影上帝的心意了后，照上帝的心意来行来做。这是咱因为台湾社会大部分的人拢是伫教会内底，所以咱常常会受到道教甲佛教的影响，所以因对信仰的观念有一个界定的观念。咱需要了解伊安怎咧看信仰了后，咱较有法度去理解咱的信仰安怎调整。咱来看后面迄张吼。道教甲佛教的朋友，因咧看信仰是安尼看的吼，我来解说。因是安怎看？对道边开始，迄字叫做魂，啥物叫做魂？毋是天的意思尔尔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目睭看，耳孔听，手摸着，所有的下你有印象，迄叫做魂啊。所以，当你知影有一款知识了后，你放伫心中，第二个阶段会出来。第二个阶段会出来，伊就开始加做你家己心中的想法。下一章。思就是你开始有家己的想法出来，你家己的想法就是你家己迄套，所以你就是有一个思。过来后面迄
你家己有想法出来了后，你跟其他的人讨论辩论，了解这个叫做辩。所以文思辩，那一般民间的朋友拢是安尼看。过来知影代志道理了后咧，下一次修，这个修是什么？道德、道德甲人格。你开始要修行，要做一个好人，要做一个君主，要做一个安那有读册、有文化的人，要做一个会行好代志的人，这个道德就会走出来。所以民间的朋友认为讲，捌道理了后，你就开始爱修啦，修你家己的品行，开始修你家己要安怎做人处事的态度。煞只你会使看到后面就无共啊。伊开始了后，伊就开始有一个宗教出来，叫做信，叫做信。有一个宗教出来，然后这个宗教就是一阵有宗教经验的人斗阵做伙伫遐，然后成做一个宗教了后，去引侪侪人缀因行共款的路。最后迄个是啥物？见，这个见就是明心见性，看到彼岸，都是伊去拄着神秘的事。但咱倒来到头一张迄个所在。所以你会使看到，因的程序是安尼，文思辩、修信见，因的观念是安尼咧走。所以伊知影一个道理了后，伊就开始咧修行，最后伊将做一个宗教，然后伊变做安那，伊成佛啊，成仙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我讲哦，咱伫遮要来讲，这甲咱教会讲的无共款。我讲遮侪时间，就是要甲你讲，这个观念唔对啊，这个观念是对唔对？咱煞只来看吼，遮。我要甲你讲，对教会角度来讲，咱一开始就在见了。我们没有从文思辩开始，咱毋是去探讨道理了，然后咱信耶稣的啦。咱是因为耶稣甲你引进来，你拿着了后，你就信耶稣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信神伫神学内底，信神安怎读着人？伊用 catch 这字来讲，就是上帝甲你抓着了后，然后你就成做基督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爱清楚知影，咱的信仰是因为有见，后来才会有信。因为有了信，我们就成为教会。所以从彼岸到宗教，我们一开始就在那个地方。咱一开始就伫迄个所在，总是你会看到道德伫后壁面，你就会使发现伊的存在啊。基督徒应该安怎做人处事？基督徒应该安怎讲做是一个人看起来，伊会想要军队，感觉伊是一个好品行的基督徒，伫这个所在就爱讨论基督教伦理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见信修才是我们的方向，这才是咱的方向。总是有足侪兄弟姊妹做拍算，伊一开始就往迄边来走的时阵，伊会感觉文思辩完成了之后，伊就有信用了。这个是足侪人伊伫大学，伊伫新海伊读足侪册了拍算的所在，因为因感觉安尼就是啊，总是无随便同咱讲。中我来认为一条线就是，那个信跟见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过去，除非上帝把你带过去。啊，若无你无法度去了解什么叫做信。文思辩常常伫遐咧探讨的人，其实叫做研究科学的人，研究文化的人，研究侪政治甲社会文艺的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文思辩这个程度是咱伫理性的程度，总是信跟见是属于灵性的程度。所以我要直接来咱讲，教会起则毋是对理性开始的，教会起则是因为上帝让咱抓着了，咱才有法度信上帝。阿们。所以咱会使先安尼理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需要去理解这个事，咱才有法度看咱民间的朋友去讲道理。爱记咧，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因首先毋是咧讲道理，因首先是拄着上帝。所以伫西奈山顶头，上帝和因拄着了后，因得到10条诫命，用这10条诫命成做因的道德。兄弟姊妹，咱伫遮了解，保罗先生伫大马士的路上拄着耶稣，这个耶稣互伊一世人真乐痛。真感觉不可思议，因为伊过去所信的上帝，和伊所拄着的无相像，然后拄着的这位是活我的上帝，互伊一世人真甘心乐意来做见证。多马伊过去捌看过对死人中可活的耶稣，彼得捌看过行伫水面上的耶稣，
抹达拉的玛利亚，伊捌经验过，伊对伊身躯顶来将这个太高的鬼来赶出去，即个耶稣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教会毋是咧讲道理的所在，毋是咧讲理性的所在，教会咧见证耶稣伊的所做甲伊的真实。所以，咱伫遮爱清楚知影，咱所信的毋是想出来，咱所信的是经验出来。所以，第二世纪，咱有完成一个足重要的任务，咱的祖先完成一个足重要的任务，叫做书读圣经。咱会晓背无？咱若晓背，咱做伙来背来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母玛利亚出世，以彼拉多年来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而因父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。巴这里专门的被上帝大名，伊过来审判大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光明。这拢是见证，这拢是见证。100-200年来，大家对信耶稣的见证来累积起来。所以第2世纪开始，这个圣经就出现了。所以你会使发现，这拢毋是咧讲道理的，这是一个见证，一个信仰中间的见证。要甲咱讲，爱信上帝，爱信耶稣，爱信圣神，信徒会因为圣神的相通合做一体，咱会使伫公道的教会内底敬拜上帝。罪会使得到赦免，有一天咱的肉体搁活，上帝嘛因为你所做，看你是好，还是看你是歹，这拢是见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起做是对见证做开始。总是真可惜的是，这2000年以来，信仰的传承有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拄仔要甲恁讲的，就是科学甲文化甲文艺这个，咱对文思辨这个程度所得到的知识。咱来摕来取代上帝同在甲见证，这是咱的对了。所以咱需要伫这个所在理解。1948年有一本册叫做《渴慕神》，是陶树一个足出名的牧师所写的册。伊捌讲着一句话，我需要伫遮同各位来分享。咱来看迄句话，咱做伙来读来。我们把目标放在初步的接受基督，而不再求神更进一步的向我们显现。我们受了一种假逻辑的欺骗，说我们只要信了主，就不用再追求。这是一款的欺骗，因为对我本身来讲，上帝甲我的经验，毋是对文思辨开始。我是直接互上帝了，所以咱伫遮爱知影，头书咧，甲咱讲的，要甲咱提醒的，上帝常常用伊的方法，让咱会使愈来愈好，让咱会使愈来愈追求伊。所以咱袂使用头壳去明白伊，请你用你的灵对上帝祈祷，请你用你的体好好活伫这个地上，请你有一个健康的想法，甲正确的感情。来对待你身躯边的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爱真清楚理解这基本的道理。伫1904年有一个展览会顶头有一幅图，叫做《这个世上所抛弃的人》。这幅图咧画耶稣徛伫教会的门口口，伫教会门口口下下快快足侪人，总是遮的人咧，无一个人认出伊是耶稣。有的人咧看新闻。有的人咧谈恋爱，有的人伫遐咧讨论神学，嘛有的人咧干来咧注意回友有来也无来，总是拢无一个人看到徛伫因头前即个身份人。即个身份人是耶稣，嘛是教会所敬拜即位主，但是侪侪人所质疑的根本都毋是耶稣本身，因质疑的是因家己的感情、感觉啥人的徛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内底要甲咱提起，啥物叫做罪？罪就是拍袂到，叫做罪；做袂到嘛，叫做罪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的标准足简单。咱若是专心看耶稣的时阵，
咱就是无做。就是咱若回头过度去追求，含耶稣无相像的方向的时阵，这就做清楚，这就叫做是罪。1889年有一个牧师叫做戈顿，伊伫波士顿，伊会起做一个宣教士训练学院。伊捌做过一个梦，即个牧师做一个梦，伊梦着伊亲像当牧师共款，徛伫讲台顶头咧讲道，做是讲讲到到一半时阵，对外口行入来一个青云人。即个青云人外头看人看西了后，真谦卑的态度，伊找一个位坐落来。这牧师讲到甲煞了后，想要看即个会友来直接讲话的时阵，即个会友煞无去啊。伊就去问坐伊边仔即个人讲：啊，拄仔问迄个人，你有熟悉无？你有捌伊无？伊讲：你毋捌伊哦。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哇！即个牧师听了后真见笑，我讲啊，伊走过，但是我煞毋知影伊是啥物款的人，真见笑。伊咧回友来讲，袂要紧，又讲伊咧讲哪样？即个牧师做即个梦了，伊的神学观完全拢无共。伊过去真重视神学的人，总是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伊知影教会毋是咧讲真济关亲的道理的所在，教会咧讲的是生命力。耶稣基督的活力，甲上帝的幸福，咱爱有。教会咧讲的应该是这，所以你会使看到耶稣基督教咱主导文，耶稣教咱伫山顶迄个八福，迄款8款的迄款福气，伊咧讲的拢是真深的道理，伊讲的是要互需要的人听。所以，咱的主是即款的上帝，请咱会记得，常常保持你的热情，甲你生命中间的热度，互咱的生命充满耶稣基督的活力甲幸福。所以，咱伫遮爱了解，希伯来人书11章第6节讲：人若无信心，就袂使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需要信有上帝，而且信伊会使赏赐迄找求伊的人。上帝足介意你去来找，亲像捉迷藏共款，你去来找，上帝很喜悦你寻找他，他常常就在某一个地方在等你。哪一个地方？在哪一个地方在等你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分享，就在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，你觉得自己最软弱的地方，你觉得自己最不堪的地方，你觉得自己最失败的地方，神就在那边等你，因为伊咧帮助你东山再起，因为伊咧帮助你过一摆爬起来，伊过去帮助亚当甲夏娃，伊伫即马后要安尼甲咱帮助。伫外下日子，我相信亚当甲夏娃过去的失败已经毋是失败。上帝会牵因阿母的手，过一摆对亲人的中间爬起。对东正教来讲，就是即款的明白甲理念。伫旧约，摩西要伫地找到上帝，伫约柜的顶头，基路宾迄个石仔小指甲的所在，也叫做施恩座，就是咱常常祈祷的时阵所讲的迄个施恩的宝座，伫迄个所在。摩西常常若要找耶稣，心情若无好，不做艰苦的时，去遐祈祷，上帝常常就会启示，互伊听到。总是你若去看圣经原文的时阵，迄根本就毋是叫做施恩座，毋是叫做施恩的宝座，迄个所在叫做避罪改，叫做将你的罪来砍掉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伫旧约的时阵，若要找到上帝，都是需要伫基路宾迄个所在找到，伫至圣所的内底。伫新约，咱要伫对找到上帝，咱爱需要来到十字架头前，上帝伫遐咧等，十字架要洗清咱一切有诶难受诶罪过。所以你要伫对找到耶稣，就是我拄仔讲诶，伫你失败诶所在，伫你艰苦诶所在，伫你感觉见笑诶所在，上帝常常伫遐咧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你会记得，对上帝有信心的人，上帝会喜欢你的。上帝介意有信心的人，伊毋是介意你有啥物款的成就，毋是伊的标准是伊介意你有信心，然后要超做。兄弟姊妹，第二项，你若会晓对上帝表达你的态度的人，上帝嘛会支持你。
《约翰福音》第5章第6节内底有一个例内底讲到一句话，讲你有想要得到医治无？这个故事是出现伫毕士大池这个例子内底，有一个人患病倒伫这个水池仔边仔38年，伊拄着耶稣，耶稣他问讲：啊，你想要好？一开始这个人嘛无啥爱因呢，伊若讲别项去啦，讲啊因为咧水池仔的水伫遐咧布泡的时阵，无人甲我降去迄个水池仔内底，所以我无法度互天使来医治啊。一开始来讲遮远啊，总是耶稣人问到后面的时阵，你看到经文后半面讲啥物？毋通阁犯罪，你的病是对犯罪来。你会使看到，一个人无愿意面对伊家己的问题，是因为罪。总是耶稣伫伊表达伊想要好的时阵，上帝就互伊好。所以迄个表态，你爱表达你家己想要爱啥，这个是足重要。特别是你真正无想要去面对这项事，当你面对对上帝讲的时阵，常常会无相信。过来煞接，祈祷的时阵一定爱顺服。咱祈祷的时阵若无顺服，咱就毋是祈祷，迄叫做命令啊。咱命令上帝帮咱做啥物？祈祷就是咧顺服上帝的心意。咱听到一寡资料之后，我们就照那个去做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学生，弥赛亚的学生就是这样做。但是啥物款是上帝上界亲的命令？第三罗尼迦前书4章第30讲，上帝的旨意就是爱咱圣洁。这句话请咱会记咧，迄是上界亲的意思。这个圣洁毋是靠恁哈，嘛毋是靠我，是靠圣神的同在，咱伫心中迄个平安会走出。这个平安走出来，是因为上帝的功力。上帝的功效伫咱的灵的内底发现，所以咱伫遮爱真了解上帝的心，伊爱咱圣洁，伊爱咱好。虽然咱外口有一寡受伤，咱外口有当时生活中间有犯一寡错误，总是伫你的心中上界心的内在，上帝和你的平安甲圣洁是一直拢存在。上帝看咱是好，咱就是好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爱伫遮了解祈祷的基本的3个态度，总是意志力真重要。当咱咧操练祈祷的时阵，咱会拄着一寡试探甲试炼。耶稣伫旷野40天，伊拄着的试炼有3款，咱拢真了解。迄拢咧挑战伊的意志力的极限。枵40天啊，嘛无食物件，嘛无啉水，伊的肉体已经软弱到一个程度啊。跟他出伊的意志力来决定跟撒旦之间对决的胜负，要赢还是要输，就看伊的决定啊。总是上帝是安怎，上帝的囝耶稣是安怎维持伊的意志力，就是靠上帝的话。他靠着上帝的话维持他坚定的意志，所以伊会使打败邪恶，伊会使互迄个消离开，互迄个光明入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意志、意志。到你的肉体衰烂的时阵，要成做一个最重要的支持。这个支持是对圣经的话。煞接来，咱需要去理解，当耶稣要救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伊有一个祈祷。我常常咧看这个祈祷的时阵，嘛改变我做一想法。伊讲这个苦杯，求你离开我，总是莫照我的意思，爱照啥物人的意思？照啥物人的意思？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祈祷。伊第二届祈祷的时阵，圣神的感动，我甲伊讲，你爱就是伫家顶。伊第二届祈祷的时阵，伊就讲，我的爸啊，这个苦杯若无法度互我离开，一定爱我啉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最后伊有顺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基督徒嘛是咧缀耶稣，基督徒嘛是咧缀上帝的心意。当咱缀耶稣，咱就是咧缀上帝的心意。缀上帝心意的人，袂乌袂做代志；缀上帝心意的人，会等上帝的时间；缀上帝心意的人，毋是靠家己的教；缀上帝心意的人，会有对圣神的脚步。圣神的风吹到底，咱就缀到底。所以愿主帮助咱，
咱有做者道理需要去理解。总是今仔日所要甲咱讲的重点，就是毋通家己凊彩做决定，你爱互上帝带。咱搁一摆来带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要互你带，愿你来帮助阮。阮要行得胜的路站，就应该爱互得胜的主来牵。愿你引带阮，阮的祈祷感谢，奉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